该地点伫2021年之前一直拢是安南区的渔运地，不过定位做安南副都心以后，透过公办中划开发22公顷外的商业区，甲15公顷的公共设施，包括大港地景特色公园、甲草湖寮历史公园，而且公园内嘛设立抽水站、甲减低风池的防洪功能。加上停车空间甲道路规划相当完善，未来发展潜力无限。接下来，台南市北安商业区市地重划工程完工启用，掌声鼓励。在最短的时间内，用公办重划的方式，提供给市民这个大片的可利用的土地。那把过去比较杂乱的市容，现在变成焕然一新，而且中间增加了2个。这个特色公园可以让市民有休憩的地方。那这个地方未来会是安南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的蛋黄区，也希望未来可以促进安南区的发展，促进城市的进步。安南区人口已经突破20万，大台南合并以后，嘛是中心地段，所以北安市地中划地点优势加完整的规划，已经为市府后续招商带来真大的吸引力。完工之后呢，我们接着就准备来招商。好，那我们除了再把土地分配给原来的地主，让地主可以去使用收益之外呢，另外呢，我们也会积极的招商。那这个地方因为是商业区的关系，所以呢，不是只有住宅。好，我们将来希望引进大型连锁、全国性的一个商业设施进来，那包含餐饮业、百货业、饭店业，其实都非常的合适。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台南投资。地政局表示，中划区的土地已经完成全区土地分配公告，预计114年顶半年完成点交土地，予所有权人管理使用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